圣还变成民心。哦，咱唔是讲啊，咱得咯免趁钱，啊，当来受用就好啊。哦，这个是比较困难。哦，尤其是你大道普渡，哦，道上门店，嘛，就是要互咱互助同堂，夫妇同修。哦，安尼互大家拢会当来得到这个道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啊，咱非常感谢咱孙尼讲师吼，慈悲，哦，会当来甲咱哦慈悲着这个白羊山圣，哦，互咱对于了解这个白羊山圣呢，更加搁较深入，哦，搁较深入的了解，嘛希望透过着这个班会了后，哦，互咱更加搁较多来启发，哦，来激发我们内在，哦，人讲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希望用行动来代表着你的心。那安尼咱嘛会当真正建功立德，哦，当然非常的感恩。那当然伫咱明德班一寡新秀的讲师呢，好些拢非常的赞叹，好些嘛感觉家己不如因啦，哦，伫遮少年的时阵，大家拢会伫圣环内底拢真正用心，哦，大家呢拢嘛学甲真好，哦，当然伫好，哦，会当。好搁较好，因为好吼要达到极限啦吼，若无大家拢会使讲是真正圆满，哦，嘛希望搁较济同修大家会当来进入了解这个引导班，哦，不管是参加讲师也好啦，哦，还是参与着这个这个阴暗的属性也好，哦，拢期待哦会当搁较济兄弟姐妹，哦当然这是咱大家共同搁来努力啦。哦，共同各来努力啊！最后，或许祝福大家身体一定要健康也祝福大家圣还如意感恩。好，谢谢讲师的做这一，那我们现在大家一起闭班，大众请起立。今天无声哦。无声。大众请起立，有没有听到？有听到。好，一起闭班，向胡吉拉姆行3级公里，全道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给人师慈悲鞠躬，感谢讲师慈悲鞠躬，坤道1鞠躬。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点人师慈悲鞠躬，感谢讲师慈悲鞠躬。好。你嘛这里要找这个改一样定对。可能。